官家，曹毅上了自河的札子，请求解官戴罪。官家，那曹家那边，继续盯着。是。是皇后吗？臣妾给官家送粥来。若官家忙着看札子，臣妾放下就走，让料子伺候官家用。你进来吧。官家，烩肉吃了吗？吃了。臣妾给他送了一样的粥，看着他喝了大半碗。官家，让臣妾服侍官家，服药用膳吧。这一堆札子，不，应该是这2年的札子，1多半以上都是在劝我早立太子。有直接说，天下有根本，而太子乃天下之根本。根本不立，要有大祸的。又借着辞官回乡，说半截身子入土，看着天下太平。若是在死前能看见立太子，就是死也瞑目的。又说朕有纳谏的美德，所以在觐见前辗转反侧，十分犹豫。不是怕朕怪罪，而是怕进了谏，朕不听，坏了朕的美德的。但是为了社稷，还是忍着心中的痛苦进谏。当然，天上出了彗星是异象，因为国朝没有太子；地上发了洪水是灾祸，因为国朝没有太子。大禹入都门，坏庐舍，逆人民，祖宗以来未之有也。福水，万物之本；太子，天下之本。原来天下万物都跟太子有关呐！
都是斯文人，总算没有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做皇帝，第一重要的便是延续皇室血脉，生出儿子。你若没这个德行，生不出来，就赶紧乖乖的蓄力旁支之子，我们就不用担心你病，你死了。”官家。官家，官家，你在臣妾心中是最紧要的，比社稷、比子嗣还要重要万万倍。官家，真的吗？若是立宗室之子为太子，宗室便是最好的人选。你是他养母，今后便是太后。你的内侄还偷走了我唯一女儿的心。若朕今日驾崩，官家，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上天要把我的孩子一个再一个从我身边带走？连徽荣，我唯一的徽荣，他现在都能被别人哄着骗我，官家，也心向着外人。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，你若真的怀疑我们，勾结串联算计，你就杀了平儿，杀了我，杀了13，杀了曹氏满门。但是慧柔是你的女儿，她会算计你吗？怀柔，爹爹，爹爹来看你了，你好些了吗？我不要嫁到李家。很久没有进食了吧？把这粥喝了，喝完我们再聊。来，
我不要嫁到李家。李伟和他母亲不一样，你看看他的说话。那我以后可以只看他的说话，不看他的人，也避开他的母亲吗？慧柔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是个能爱你一生、护你一生的男子。他比娘娘还聪明博学吗？比姐姐还温柔厚道吗？那么爹爹，你又为何非得要张娘子？哦不，温成皇后呢？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喜欢曹哥哥？温成皇后对我一片真心，她除了我的真心什么都不想要，也不会去想民生地位甚至性命。你的曹平，他做得到吗？我可以不管他以往招惹过的无数女子。慧柔，3日之内，你若能好起来，我让你亲眼看着，我给曹平一个选择的机会，选择你与他的未来的机会。你听好了，我为了徽柔，只给你这一次机会。你想娶徽柔为妻吗？臣不敢，臣不敢，臣不敢，臣知错了，臣真的知错了。你都不问问我，娶我女儿的条件吗？或者你能做到呢？公主是国朝最高贵的女子，臣才疏学浅，如何配得上？不配。既然你觉得自己不配，那又为何去招惹她？臣年少无知，愚蠢糊涂，不自量力。臣现在真的知错了。姑父，陛下，不要怪姑姑，不要怪曹家，不要怪我的妹妹。我连你都没有如何，没打你，没关你。你姑姑好好的便在坤宁殿，你父亲的字盒，朕早就扔入了火盆。你哭什么闹什么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想娶徽柔吗？臣立刻出京，永远不去影响公主。臣立刻出京，永远不去影响公主。
你也看到了，我甚至没有机会把我昨日与你商定的“一生不为官，终生不纳妾，所生长子姓赵”3个条件对他提出来。爹爹，我输了。你用你的权利逼着我看到我喜欢的人不值得。慧柔，你听爹爹讲，其实爹爹爹爹，我输了，但你也不会赢。你若毁了他，我就杀死你唯一的女儿。官家，我没病。官家，慧柔不懂事儿，是臣妾没有教好。罢了，没有跟慧柔说我的事吧？慧柔回去便躺下了，昏睡过去。臣妾一得知消息，就赶快过来。一会儿回去定会好好教训他。怀姬陪着他吗？是，怀姬说是官家名探。你也回去吧，让慧柔好生强养，不许跟他说我病了，这是圣旨。这几日让怀姬陪着他，看着他。是。寿虫在。传讯，让张茂泽回来。是。小叶儿，公主还在睡吗？这都1个多时辰了。公主还没有叫我。你没有进去看看吗？没有。公主最近很容易生气，我不敢。公主，公主，
怀姬带了些市场上新出的秘资金桔过来。公主。 公主，哎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快下来呀！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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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话，你快下来呀！公主，下来呀！公主，公主，梁先生，驯龙的力士发现公主爬上假山，保护车要跳下去啊！哎，公主，大伙想过去拦她。 但怕他越来越激动，真的会跳下去啊！你们到下边去，对他说话，分散他注意力。快去！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 我们回家吧，怀姬陪你回家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 公主，你为什么要像影子一样跟着我？爹爹派你来监视我的吗？ 臣跟着公主，只是怕公主再寻短见。我死不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死了，爹爹又不会怪你，只会怪曹哥哥。可是，臣能说实话吗？什么实话？你说。可是，若公主没了，那世上还有哪一位主子会让臣代笔抄书，叫臣哥哥，还特别赏脸，爱吃臣做的烤芋头呢？怀姬，你觉不觉得我是一个傻子，一个蠢货，闹了一场最大的笑话？公主是独一无二的。什么？爹爹独一无二的女儿吗？确实，是臣心中独一无二的、最可爱的女子。臣像影子一样跟着公主，不是怕公主再寻短见，但是臣能一直像影子一样跟着公主，守着公主哭，陪着公主笑，那对臣而言是最开心不过的事了。
公主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公主说过，怀吉烤的芋头是最好吃的，吃了以后就不饿了，不冷了，就会开心一些。怀吉，你说你会像影子一样跟着我，对吗？怀吉愿意做公主的影子。我要把这些都吃完。好。住！住！住！我怎么了？陛下方才有些不适。无法。官家，贺岁之后，契丹使者入此，置九子陈天此宴，使者们现在应该已经入境中了。速上十九兄弟，这些信就见不着他们了。官家，快来！官家，快来！官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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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子回来了。快去通知宰臣，陛下突发疾病，今日不能亲临宫宴，请诸位相公商议如何向契丹使者交代。官家，官家，快去请太医。官家，请太医啊！怀吉，你跟着我，每天就这样，连屋子都不出，不觉得厌烦吗？怎么会？今日公主比昨天多喝了半碗燕窝粥，还笑了2次。我站在这儿就一直在想，芋头呢，其实还有别的吃法。
就比如加了蜜汁儿的芋头泥、芋头饼。啊，当然，如果公主想出去走走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我猜，这会儿红梅应该开得正好呢。或许我们出去走走吧。我要把我的影子带出去晒晒太阳呢。娘娘，官家昏迷不醒，卓爱均未能奏效，现在唯有尝试施以针灸，但需在脑后下针。臣等这……娘娘，脑后穴位非同小可，稍有不慎，轻则失明，重则不堪设想。不过，若耽误了，怕也会留下残疾，甚至……那你们还耽误什么？太医院无人敢呐！无人敢。诸位身为医者，本就当竭尽全力救人性命，更何况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如今诸位说，除了针灸外无法解救陛下，然而又对吾说不敢。你们是怕救不了官家，还是互相推诿，贪生怕死？立即派人去通知文相公、副相公入内。是。选出最善针灸的太医，为官家施针。娘娘，尹御医愿意为官家施针。哦，这便让人速去御医院取针具。另外，为官家施针之时，当有人制住官家，必须让官家一动不动，否则脑后施针，病患挣扎，若是失了准点，危险无比。施针时，我来扶着官家。好。臣愿助娘娘。都已经过节了吧？怎么一点喜气都没有？难道是因为我不开心？看楚楚都冷清了。真的是已经元旦前后了吧？往年怎地院子里也会张灯结彩？哦对，今年是怎么回事？都已经过了元旦，却一点都没有布置呢。官家一直病着，几次晕倒，大内又怎会在……爹爹晕倒，一直病着。
管家，管家，你做什么？啊？管家，太医正在为你治疗，所以需要用针。你回来了？你为什么回来？是你让他回来的。管家，你真的希望我死？管家，你趁我病调回茂泽，做好联络中外、赴新地登基的准备。你盼着我死，为何当初要骗我？为何当初要骗我？为什么都骗我？真无趣。管家，不可，管家！管家，与张茂泽谋大逆啊！管家，针入后脑片刻之后，官家醒来。今日之事已查清，针灸是为治病，所谓谋逆，因为天子病中沾眼。望都之告诫左右，今日之事，若有流言传出，定斩不饶。爹爹病了，他病成这样了。爹爹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的时候。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官家交代，说让公主安心静养，不可。我上次那样气他，逼他，我以为他再也不爱我了，所以才不肯见我。公主，爹爹，公主，公主不可。官家病中，亦最惦念公主。公主来探望官家，官家必觉安慰。
爹爹。爹爹，温柔来了。温柔，你终于敢来看爹爹了。我并没有为难曹平，我没有想毁了他。我只是怕他这样的人不会给足你需要的爱。温柔说的是赌气的话，爹爹仁厚，怎会为难无罪之人？温柔只是自己失望。是爹爹不好，不该欺负慧柔。慧柔不知道爹爹病了。慧柔其实每天都在想爹爹，但是又害怕说出那样的话。慧柔怕爹爹再也不爱慧柔，不要慧柔了。慧柔，爹爹怎么可能不要？爹爹，我们说好，从今日起，慧柔就在福宁殿陪着爹爹，伺候爹爹。等到宜春院、琼林院的花开的时候，爹爹就好起来，爹爹就不生女儿的气了，带女儿去看花，好吗？任督知，爹爹叫2位相公入内。官家口谕。官家口谕，调张茂泽回京。正因身体违和日久，思念故人。茂泽一贯忠勇谨慎，自少年起办家，从无错失。从今日起，由张茂泽随侍左右。张茂泽，官家身体违和，你日后伺候务必尽心尽力，无得遮拦。茂泽，领旨。启禀皇后，梁府宰执想设轿于大庆殿，昼夜焚香为君祈福，望皇后许可于殿之西午设立卧榻，以备梁府留宿。
国朝以往从没有过梁府留宿殿中的先例。如今事态不同寻常，岂能再以以往为例？娘娘，臣等暂且告退。官家有恙，臣妾一后宫女子，没有主张，一切仰仗各位相公。娘娘，今日奴为娘娘梳头卸妆吧。官夫当真相信这些无稽之谈？连府上狗长鸡叫，这些愚民的传闻都能写到奏章中去弹劾枢密使？国朝允许封文奏事，是为了畅通言络，而并非助长造谣传谣。明明是匪夷所思之言，却让朝堂众多饱学之士担忧，这必有缘由嘛。说到底啊，还是申议带兵5人为枢密使，有违祖制。众多饱学之士，我只见到了众口铄金，未曾见到狄青有任何值得弹劾的地方。他舍生忘死，屡立战功，扬我大宋国威。曹帅过世之后，我大宋已经多久没有如此良将了？哎呀，最值得弹劾的，副相公是个好人，文相公与他争吵，又曾给张娘子送灯笼锦，他说的必然不对，是吧？这是国家大事，臣不懂。骗人！你日日陪着爹爹，还替他抄奏章念札子，怎会不懂？算了，你不说就不说。这些日子我日日在这侍奉爹爹，时时看几位相公进进出出。他们说那个狄青是个能打仗的大英雄，爹爹喜欢他，就升他的官儿。那些不会打仗的文臣就一起反对爹爹。公主真是冰雪聪明啊，靠猜都猜了七七八八。爹爹，甜不甜？这是我跟姐姐学亲手做的。若是徽柔做的，那已经很不错了。爹爹这仿佛不是特别由衷的称赞呢。我其实想吃。想吃什么？徽柔去学。但是这个，徽柔恐怕做不好。爹爹说嘛。
想吃你娘娘做的肉脯，酿的酒。太医说爹爹不能，闻一闻都是好的。那也不行。娘娘正在闭门吃斋抄经，为爹爹祈福，是不会给爹爹酿酒烤肉的。或者让厨房去做，再或者让姐姐。那就再等他些时日，等他把经抄好了。可是爹爹，有那么多的经书，娘娘若执意要抄下去，一辈子也抄不完啊。你娘娘怕是这一辈子也不想再见爹爹了。娘娘，娘娘还真在吃斋啊？难道娘娘还能骗你啊？徽柔自然知道娘娘说一是一，可是爹爹却一定觉得娘娘是故意不给他做肉脯解馋，才一直说要吃斋的。官家若是身体好了，可以吃肉了，自是有御厨房的厨子。再不成，还有那么多娘子，入口之物，我不敢伺候他。娘娘，你真的不肯原谅爹爹了吗？啊，怪不得爹爹说你一辈子都抄不完经了。不过也好，爹爹说若娘娘一辈子不肯做，他便也一辈子都不吃肉脯便了。怎么可能？爹爹说他虽然常惹娘娘生气，欺负娘娘，但却也从来没有骗过娘娘。若娘娘一辈子都抄经食素，他便也食素。好啊，他的病食素倒是甚好，就是他自己好肉好酒。啊？人都道官家谦谦君子，温柔克制，其实他本是贪吃好色。娘娘，你是气糊涂了吗？他呀，喜欢辛辣海鲜油腻，但是知道不好不对。不过不是怕对自己的病不好，就是觉得君王如此不好，食用铺张不好，饮食无度不好，于是就克制着所有不好的欲望，做个处处好的榜样。有时候我看他饮酒时陶醉的样子，一口一口很珍惜的吃着肉脯，吃得很开心的样子。我觉得他很可爱，却又很可怜。娘娘，你就再原谅他一次吧。就像我也对爹爹说了很多过分的话，把他气到吐血。我后悔极了，恨不得自己死去，或者重活一遍。还好爹爹原谅了我。娘娘，求求你不要再吃斋了，好吗？前几日，那位李国舅夫人又进宫来催爹爹，要将我嫁过去。慧柔，
其实李伟的母亲虽鄙陋，长相普通，但是李伟说话的才华，让人惊艳，且能看出来他冲淡自然的品性。哎，我们不说他，在可以不见到李家人的时间里，我不愿多提他一分。我是想说，慧柔在宫里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这次爹爹惹娘娘生气，怕是有多半都是因为慧柔闯的祸。若娘娘不肯原谅爹爹，慧柔便是离开，都多了一分不情不愿。都是弹劾枢密使狄青的札子，说是京师大水，他为避水居住相国寺。狄书相自己也生病，请出京养病。先让太医去给他看看病。是。臣妾给官家请安。官家身体可好些了？爹爹。爹爹，娘娘是来了，可是却没有带酒肉，只带了佛经。爹爹是让不让娘娘进来呢？坐。官家可好些了？我大概是太信任你的贤良淑德，大度懂事，才一次次在最难受的时候，把难听的话倾倒在你身上。什么？你不是信我大度，你分明知道我有多喜欢你。
怀吉，你说爹爹是爱娘娘的吗？也是在乎的吧？对姐姐，对娘娘。可是，他们怎么能够忍受爹爹最爱的不是自己？这个罪字，怕也难讲。当我听到曹平为了担心自己的家人备受牵连，一再跟爹爹保证永远不再理我时，我就知道我不爱他了。我理解他，同情他，我也心疼他。可是我没法爱一个只给我一部分真心的人。那天，我真的想死，因为我觉得，在这世上，不会有一个人永远不放弃我。不，但是那天，你来了，怀吉。我知道，在这世上，有一个人永远不会放弃我的。臣怎能去比？怀吉，你又好看，又聪明。你若不进宫，定能金榜高中，被绑下捉婿，娶个大家闺秀，日后承管阁学士。臣愿意做公主的影子。臣庆幸可以当公主的影子。怀吉，你看，影子在哪？影子在公主脚下。怀吉，在慧柔心里。官家，闻相公与副相公问，官家近日精神尚好，可否今日暂寓垂拱殿，以安众臣之心？让宗室和涛涛常带着仲贞进宫来，或者就多住几日。宫里冷清，他们常来，还能热闹些。这鱼羹看上去不错。陛下终于康复了。朕的精神还是有些不济，
卿等，先将最紧要的，须得当着朕说的事，再垫上议了。启禀陛下，月前盐官弹劾枢密使狄青因避水移居相国寺，竟安置在佛殿之中，百姓多有怨言。臣等皆上门探病，并规劝狄书相，京师之地，不同行伍之中。规劝，你们一一上门探病，然后规劝。新的都是金榜题名的才子，规劝起来必定文采斐然。且世间万事万物，无论春去秋来，花落花开，都能成为卿等借以讽喻的由头。朕是领略过的。那么探病探得如何？规劝得如何呢？狄青病情甚重，反复不愈。臣以为，既然是病情甚重，无法处理政务，自是要以疾请退。卿等的规劝，也算是收到了效果。国朝100余年的军事文书都在书府，时间既久，不免散亡朽烂。须通晓国朝前史，又熟知邻邦故事的能臣，率人整理编纂成书。狄青5人不善此道，又患病，受狄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嫌，离京出叛陈州吧，叫韩琦回京，入书府，主持整理史料文书吧。臣有要事须面陈陛下。娘娘，秋荷托人送来的。秋荷又生了个女儿。秋荷可好呢，生了3个女儿，虽没儿子，但他夫君却绝不纳妾。秋荷与娘娘投缘，又愿意陪着娘娘，可娘娘还是把他放了出去。他几次想进来陪娘娘，娘娘也不答应。他是有福气的，能有信就好了。他夫君与燕七公子欧阳内翰都有交情，常出入宫禁，倒也是不好。可是娘娘身边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官家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我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少。我和他，坤宁殿对着福宁殿，
就这样，相守到老，也算白头偕老了吧？亲现在任集贤殿教理。是。亲的奏书，朕反复看了。其他人借流星、借水灾来论太子应立，今却先提点朕：天子之孝，不止于奉养尊亲，更在于谨守前人之业，再传于无穷。再以三王两汉到父皇旧礼来教导朕，当从宗室选立太子。其年纪虽轻，品级不高，但亲的奏书倒最为中正，鞭辟入里，朕很喜欢。那么陛下以为如何？亲博闻强志，又文采斐然，以后可掌修国史。陛下，臣亲是怕太子未立，朕便驾崩吗？他们扑通跪了一地，我就走了。来，商在未久，国祀未立即不遇，天下寒心。祖宗光明盛大之基业，岂可不为之深思远虑，错之于安平坚固之地，以保万世无疆之修哉？司马光说得对，这是宫中体国之言，此人以后可当大用。我若有意外，传位于13。翰林学士、朝散大夫、尚书吏部郎中知制诰，充实馆修撰。赐紫金鱼带欧阳某，封邑纯笃，谋游郡名。这是天圣5年晏先生从应天府寄给官家的。他说，科举取士标准，文墨词藻所占比例过重，而经义策论不足，就为选治国治才而言，轻重颠倒。然而，更改国朝科考标准，又未到能行之时。余愿先尝试改变书院育才方式。那一年，晏先生请范先生主持书院，最重忧天下之心，然后学以致用，常以时政之事结合经义，为学生讲述。庆历3年9月，打手诏，调陈时事。今共举一条，将科举取士从重词赋改为重策论，
改了取士标准，然而多年文风却难改。国子监只讲实诫，反感辞藻华丽、对仗工整的西昆体，却又在太学生中带起险韵辟典的文风。欧阳修等人以此为忧，说国子监盛行，主考官认同，则科举取士选得的人才，便是为文而文，其百事不关于心的学究了。忧天下之心，务亦许其肯道，训国家之急，朕治之其勇为。审服同体之文，绰有雅鉴之气。今全知礼部贡举，赐御书。当年晏先生之贡举，选中落榜2次的欧阳修。此后，欧阳修渐渐地将言以在世而文以示言的平易文风带入了馆阁。如今，朕以欧阳修之贡举，不知会给国朝的士林带来怎样的改变？那日刘几那样狂妄，其实险于辟典，兄长何尝会输他？此番拿太学帖，正个解元，定叫他羞愧无地。非与他赌一口气，便要用太学题答题作文，这口气不值得。我是说兄长正个解元，也不稀罕。那兄长稀罕什么？陛下早在天圣中便下诏书，斥学者去腐化。然而5代以来的靡靡文风未去尽，士大夫间又兴起了求生物期艰涩不通的文字。如今是我只愿扫此颓风。兄长就不怕因此落榜？那便回家，读书写字，教授孩童，酿酒烤肉，也是快意一生啊。时辰已到，准备入场。走。多大啊？哎呀，好，好，真好！这读此令人汗出啊！啊！老夫当必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。好，真好。这是什么样的神仙人物？往下看看，这像欧阳公的高徒曾公的手笔呀。若选他当第一，恐容易啊。曾巩是有些像吧，但曾巩平时的文章虽好，跟这篇比，那还是差了一些的。若非曾巩，谁还能有这样的才思？是啊，写出这样文章的考生，按说应该有一些名气了。我们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人呐。咱们这次是湖明阅卷誊录文章，不管是不是曾巩，那这篇文章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难道说咱们未必误意，还不管真才实学了？欧阳公跟我等此次将卖弄典故、力求显辟的太学体文章一概出落，结果一出，关系诸多人的前程，必然是轩然大波。怨怼、揣测、攻讦，这都是少不了的。要想彻底扭转国超学子的文风，乃至是他们以后为官做事的风气，就得跟他们的前程挂钩。掀起轩然大波，那是好事啊。正好昭告天下，卖弄显辟不是现在朝廷所爱，
质朴小畅、务实平易，才是朝廷选才的标准。欧阳公说的不错，然而正是因此，不能被有心之人引到任用私人，乃至结党营私的路子上去啊！公出落所有的太学体文章，若当真曾巩第一，是不是太过扎眼了？人言毕竟可畏呀。此子，无论是谁，日后必向大放光彩。此次是否第一，都不会埋没这个人。不过，若是被有心之人冠上“朋党”二字，非欧阳公，我等的心意不能实现，我们选出的人才也会受累呀。这样的文章，要是屈居第二，可惜了。